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雜不楞頻道，我係主播謝之筆。Hello 各位，上一集我哋講完俄羅斯同中國嘅困局，今日我哋將個鏡頭轉去全世界最混亂嘅地方——中東。2025、2026呢2年，中東發生咗幾件翻天覆地嘅大事。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，伊朗同以色列打咗場12日嘅硬仗，好多人睇新聞都睇到頭暈，覺得點解嗰啲號稱好強大嘅民兵、政府軍好似一推就冧。今日我同大家拆解2個關鍵詞：贊助體系 （patronage system） 同埋制度脆弱性。睇完呢集，你就會明點解中東嘅骨牌一冧落嚟就係全線崩潰。第一章，乜嘢係贊助體系？有奶先係糧。老友，我哋平時聽死士呢個名，係咪覺得佢哋個個都係視死如歸，為咗宗教理想可以隨時引爆自己？呢個係表面。如果你剝開個殼去睇，你會發現呢啲死士軍團其實係一種貧窮驅動型嘅武裝合約。邊啲人會去做死士？背景大揭秘。呢班人主要嚟自敘利亞、也門、黎巴嫩南部或者伊拉克嘅貧民窟。佢哋係一班冇未來嘅後生仔，失業率爆表。喺呢啲地方，後生仔失業率高達40%到50%。唯一嘅出路，當你每日連買塊餅食都成問題，而有個組織同你講入伍啦，我俾美金你，仲供埋你全家食住。對於佢哋嚟講，呢個唔係揀理想，係揀生存。數據糾正，所以呢班人唔係專業軍人，佢哋係經濟難民變身嘅武裝分子。佢哋嘅賣命錢有幾多？待遇與福利。老友，呢度就係重點。伊朗或俄羅斯抌出嚟嘅錢，對我哋嚟講可能唔多，但對佢哋係天文數字。底薪一個普通代理人民兵月薪大約係200到600美金。喺一個本地貨幣崩潰、平均月薪唔到20美金嘅國家，呢份糧係神級收入。死士加成，如果你肯去前線或者參加突擊隊，人工可以升到1000到1500美金。安家費最重要係，如果你死咗，組織會承諾照顧你屋企人，甚至供你仔女讀書。現實邏輯。所以當老細伊朗、俄羅斯財政出問題，份糧一斷，或者安家費變咗空頭支票，呢班人就會即刻覺得我憑咩為你搏命？佢哋用咩武器？中俄軍火庫。佢哋嘅裝備通常係大雜燴，但絕對唔弱。輕兵器，清一色係俄製 AK-47、AK-74 同埋中國版嘅56式衝鋒槍。呢啲槍夠平夠硬淨。反坦克神兵最常見係 RPG-7 火箭筒，仲有伊朗仿製嘅短號 Kornet 反坦克導彈。呢啲嘢專門用嚟對抗正規軍嘅裝甲車。2026新標配，依家最流行係自殺式無人機，見證者 Shahed 系列。伊朗提供技術，呢班民兵只要學幾個月就可以操作呢啲窮人巡航導彈去搞襲擊。佢哋受過咩訓練？特種化民兵。佢哋唔係盲摸摸去打仗，背後有專業導師。伊朗聖城軍 Quds Force 呢班係真正嘅幕後黑手。佢哋會帶民兵去伊朗境內或者黎巴嫩嘅秘密營地，進行3到6個月嘅密集訓練，教佢哋點樣玩不對稱戰爭 （asymmetric warfare）， 點樣整炸彈同埋點樣做滲透。瓦格納 Wagner Group 俄羅斯嘅僱傭兵組織，以前亦會教佢哋點樣配合大炮同坦克作戰。問題喺邊？呢啲訓練係教你點樣破壞，而唔係教你點樣建設或者守城。所以當正規軍一反攻，或者背後嘅戰略支援、衛星通訊情報一斷，呢班人就變翻做一群烏合之眾。結論，點解會閃崩？老友，你試諗下，當你係一個為咗500美金去賣命嘅後生仔，突然見到以色列嘅導彈炸咗你老細個總部，而你份糧已經2個月冇出，你會點？你一定係丟低支 AK 換翻件便服，翻屋企揾阿媽。呢個就係所謂贊助體系嘅死穴，冇錢、冇勢、冇忠誠。中東嘅骨牌就係咁樣一塊塊冧落嚟。第2章，制度嘅脆皮真相，紙糊嘅國家機器。老友，
我哋成日講一個國家強唔強，唔係睇佢有幾多嘅坦克，係睇佢個制度係咪真係運作緊。中東好多政權平時睇落好威，其實係脆皮嘅，一敲就碎。點解？因為佢哋玩嘅係分贓式管治。乜嘢係分贓式管治？分餅仔遊戲。你可以想象成呢個國家唔係一間公司，而係一高大蛋糕，按教派家族分餅仔，邊個家族管石油，邊個家族管電信，邊個教派入軍隊做將軍，全部一早分定。特務治國 （Predatory Intelligence） 喺敘利亞，真正嘅權力唔係軍隊，而係班特務部門 Mukhabara。呢班人唔係用嚟打仗，係用嚟監視自己人，確保大家按規矩分贓。後果，當一個軍隊嘅將軍係因為識分餅仔而上台，而唔係因為識打仗，呢支軍隊其實已經空心化咗。二、制度崩潰嘅連鎖反應，忠誠嘅擠提。當制度係建立喺分贓之上，佢嘅忠誠度就非常之低。領袖危機會引發跳船潮。一旦最高領袖好似阿薩德展現出弱點，下面班人唔係諗點樣救國，係諗點樣指示。連鎖反應，只要有一個將軍帶頭投誠，其他人就會驚。如果我最後一個投降，我就冇得再分餅仔。結果就會出現一種好似銀行擠提 （bank run） 咁嘅忠誠擠提。三、2024敘利亞瓦解真相，11日結束50年王朝。老友，你記得2024年12月發生咗咩事咩？嗰場仗簡直係軍事史上面嘅奇蹟，亦都係最典型嘅制度閃崩、閃電式崩潰。由反對派11月底發動進攻，到12月8號阿薩德坐飛機逃亡俄羅斯，只係用咗短短11日，13年嘅內戰，最後11日就收咗皮。征發嘅軍隊最搞笑係好多地方根本冇打過大仗。反對派入城嗰陣，發現條街道周圍都係軍服同槍支。點解？因為啲士兵見到阿勒波 （Aleppo） 冧咗，哈馬冧咗，佢哋就即刻換翻便服，丟低支槍翻屋企揾阿媽。原因好現實，俄羅斯掛住打烏克蘭，顧唔到佢；伊朗被以色列打到短咗氣，阿薩德冇錢再分俾班手下。當個老細唔可以再保障你嘅利益，50年嘅王朝喺11日之內，好似紙牌搭嘅屋，咁一推就冧。結論：脆弱嘅力量。呢個就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嘅，一個靠分贓嚟維持嘅政權，佢嘅力量係虛假嘅。當外力一衝，內在嘅腐敗就會令佢加速崩潰。總結：骨牌效應下嘅新中東。2026年嘅今日，中東嘅骨牌已經冧到一半。一、伊朗嘅抵抗之湖斷咗，因為敘利亞變咗天。伊朗去黎巴嫩同地中海條陸路走廊斷咗。二、務實派興起，沙特、阿聯酋呢啲有錢大佬見到贊助戰火冇前途，依家轉向搞經濟，同以色列搞關係。佢哋發現投資基建好過投資民兵。老友嘅清醒建議：中東嘅混亂本質上係一場金主退場、制度破產嘅過程。我哋睇國際局勢，唔好只係睇邊個打邊個，要睇佢背後嗰份糧單仲撐唔撐得住。當贊助體系崩潰，無論幾強大嘅軍火都救唔翻一個脆弱嘅制度。下一集我哋翻嚟近一啲講下東方奇蹟嘅轉型痛，房地產斷裂，人口紅利消失，點樣令一個巨人行得越嚟越慢？我哋下一集見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請幫我哋點個讚，俾個 like，再撳埋個訂閱。